三高人士請注意，三高指標一旦實行，會從兩大層面襲擊我哋嘅心腦血管健康，好危險㗎。當血液中嘅雜質過多，會令到血液變得黏稠，血液流動性變差，難以將氧氣同營養送到心臟同大腦。當血管垃圾不斷增加，會使血管內壁受損，血液中嘅壞物質就會趁機滲入，不但阻礙血流，更可能隨時引發致命堵塞。腦部對供氧同營養極度敏感，即使輕微嘅血流不暢，都會影響到認知功能。因此，確保血液持續順暢、高品質地輸送到腦部，係維持長期腦健康嘅最高級別預防。三高係導致血管系統老化加速同埋通道變窄嘅主要原因。呢啲因素會持續影響血管內壁，影響血液流動性。呢啲變化初期可能冇明顯嘅感覺，但當血管通道被嚴重擠壓，可能會引發急性嘅心腦系統健康危機。水窒素靠嘅係能精準打向凝集因子，阻止血液過度黏結。佢提取自日本醫疾，係被收錄於中國藥典嘅醫學疾類，從源頭上保持血液嘅稀薄同流動性。地龍亦即係我哋俗稱嘅隱激酶，佢就係靠活化溶解系統分解已形成嘅凝集成分，減少垃圾嘅積聚。三七係三高管家，能改善心血管系統嘅功能，對於預防心血管問題有一定嘅保護作用。地龍同水窒素攻守兼備，地龍負責分解積聚物、處理現狀，水窒素負責保持流動性、預防未來。呢種互補機制對於需要長期管理血液健康嘅高危人士，提供咗更穩定及全面嘅支持。臨床實證顯示，有效解決腦血問題達91.7%，本地大學實證有效提升運動功能達333%，臨床實證亦顯示能改善血管彈性40%。